非常收看今晡日福喜类类嘅节目，今晡日嘅医疗单元，老大家来讲，大家听出第个第一小嘅系乜嘅咧？是因为身体嘅抗健检查。大家可能想讲哦，一年就系2年，大家都会做检查。不过到底系做乜嘅检查？做到几多？係講做到幾深嘅？個檢查出來，容易來看個報告咧，大家三時會知道，哇，都看唔識咯。今日你繞牆頭線上呢度節目地圖啦，大家來分享應該知識嗬。大家來分享，你今日來賓應該係你嘅羅嘉玲先生，歡迎。大家好，我係羅嘉玲。歡迎先生嗬，先生係第幾擺來到福建來咧係冇？冇呢，第三擺。之前我都冇拄到，很打手。挺多年前，挺多年前。今日繞牆頭羅嘉玲先生係希望有了隻時間好好啦，鄉親朋友來講到都學基礎嘅知識嗬，大家是唔會知道講，講到抗健檢查，大家是知道當場都了解，又當場都唔了解，唔對人用嘅曬嗬，所以一開始先來講，其實抗健檢查對大家來講當場啦。係，真需要注意。因為嗬，唔係講特別有平嘅時間就係檢查，最好係你冇感覺感覺冇乜嘅不舒服，你就去檢查。然後有辦法講，譬如講有中風嘅病人，通常嗬係30年前記得有血脂肪問題啊，係，所以呢種好後生嘅時間就可以去檢查，你就做得避免60歲嘅時間。錯，因為大家會知道講抗健檢查，其實講實在話，唔係講去看片，因為首先你了解自己身體嘅狀況，3年下來是啲容易的預防，像先生講嘅係講檢查出來覺得好像體脂肪過高，但是可能下來吃東西是會注意的。不過先生講實在話哦，你下有以前做抗健檢查，你向親朋友啱嘅感覺麼？我知道講到底係檢查乜嘅項目，提到改變是改到護士小姐是那一堆基本一塊。一頁翻，你就你走了，好多，就唔知該乜嘅，所以基本嘅老大家一開始先嚟講，到底抗健檢查的項目有哪些？而且內容是什麼？要做些什麼事？大略嘅分有血液呀、尿液，呢係好普通嘅檢查，大家上到檢查的抽血驗尿，好像很基礎。過來的係好多已經談到嘅胸部 X 光啊，係講心電圖啊呢款嘅，好多已經冇注意到嘅就係從超音波，又係講過好貴嘅，就電腦斷層呢啲好精密檢查，係呢啲有嘅。所以其實大家也是大家一般都講尿液檢查。然後抽血檢查是很基本的，可是其實可以跟醫生討論到底你嘅做埋檢查，比如講像超音波，我覺得都重要其實挺重要。唔係講血液檢查挺少，就未看得出來。像我哋有一隻朋友，佢肝癌血液檢查係冇問題嘅，所以該超音波係挺重要。挺少超音波會做好準。所以。其實東你去做抽血的檢查，可能數值覺得沒問題，可是沒有做超音波，其實不一定是兩個一起做。係挺好，其實唔係。所以還是所以要兩邊一起輔助。後生嘅人係講是做很多檢查，不過超音波那基本嘅抽血驗尿係挺少會做嘅。所以這是最基礎的哈。對，但一般來講，大家是會問啊，先生，我要做抽血。我又做尿液檢查，還除了做超音波檢查可是等到該報告出來時，我又不知道驗尿要幹嘛，到底驗尿可以看出什麼？手可以做得看出乜嘅？從尿液那最重要的看有乜嘅蛋白尿啊，有冇有感應？尿嘅些面當又愛泡，就想講，哎呦，我係冇問題，該就為檢查講尿一定會有蛋白尿嘛，純粹有蛋白尿就係腎臟損傷。是做得ฉี尿一看有乜嘅泌尿道感染麼？血液的看講有乜嘅貧血啊，又係講白血症啊呢啲問題，就做得。所以從你
你了解到大家的分享的是讲，你做的是抽血，比如讲係咪有偏偏就得看得出来，有线上讲红氧虫的白血症就得看到个数字，比如你验尿，好比如讲你来验尿，是因此就得线上讲的肾功能的问题，那还讲泌尿道的感染是可以的，像粪便检查也是，对，粪便检查的可能有嘛个大肠癌的可能哦，好，还有譬如讲，一般来讲，线上刚才讲，线上有时候是不是会看白血球跟红血球？其实红血球只是看冻豆死清哦，因为改时间那边看讲，你个红血球就是有问题，有可能是缺铁，铁质不足哈，你咪被其红血球地不看出来。像白血球也是，对不对？白血球的就会看你有免疫力唔好呀，怎么办？免疫力唔好有干啥？水母宝概念，水母宝冲动跟免疫力的好差。所以其实除了血液检查之外，一般来讲这边叫做，比如说生化，你偏的是很重要嘅，因为行动因吼，血统可以是效果嘅时节，其实冇感觉嘛该不舒服嘅。不过其实血统吼，真的超过100吼，就有问题咧。所以你听像可以是30岁以后的，可以是检查，血脂肪咪系会检查。所以一般来讲吼，大家了去做个检查个时节，大家一般来讲，比如说空腹血糖啊，对你的血脂率、血脂肪啊，比如说因为这跟心血管疾病都有关系，好听出来注意。听像个，因为你30岁以后可以是关键，听像差不多50岁个时节就袂有问题咧。哈，所以30岁可以是检查个时节，其实冇注意，冇去保养，冇去惯性肌，到50岁他就发病了，简单血管阻塞。所以乡亲朋友啊，超过30岁原因真的可以是慢慢去检查，你个身体个空间检查，是从线上讲的，手可以听出来，验尿一定要，然后像血脂啦、血脂肪这种东西，就是一听出来注意。系某一下袂起到讲，因为大家袂起到讲啊，了是水啊，还好啊，冇原因啊。我线上讲的，系讲你冇去保养、冇去惯性，50岁，它问题就真的显现了。昨天安用讲吼，可是。恭喜才会吼，你还会让用心朋友来简单来讲空间检查个基础个问题。我先生，你看空间检查很可怕，上次检查出了一本，然后那个一本哈，你打开来看几个，好紧张哦，有没有？好紧张看哇，看一下红字好多好多红字，然后大家就恐慌。动电音讲，因为行动音那都报告有2种反应最多。你看看到风湿就动降大概风湿就会亲身上是看有买问题。我没有音看到我冇买讲过啊，冇讲过不怕啦，来年也不讲。其实风湿冇一体的有问题，冇停错有问题，冇停错。比如讲肾功能有一家检查叫肌酸酐该家东西好过个时间也有问题。不好小个英雄主持人把该指数为偏低，个时间很没问题。了解，因为是看你个人的身体状况嘛。它有可能该家数值本身个意义很嘛该。是，所以其实了解到大家在讲的出现红字怎么办？线上讲的红字。不是说一定有问题，它可能有问题，低压口内其实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这里数据会有一些变异性嘛，对不对？还有冲动想该红血球偏高其实红血球只做不足比较可怕，像贫血而已。不过红血球偏高，冲动诱因冲动起来运动该红血球偏高该很没问题。可是它数值是红字，可是一般感应是可能我红字就很紧张。林东来讲我们医学的正常值是以统计学上，比如说我刚讲摸马改杠苦，你没摸讲过杠苦打沙都抽血检查，大部分落在这个区域，的功力的正常值，你没讲听就。超过这个正常值就对，你够多两片有一天众亲朋友提出来，你看动音都动流行讲嘛，胆固醇。哎呀，我胆固醇挺高的，哎呀，总得爱是挺优的，爱钢皮，超过200、210、220，然后它就红字。而且这几年你看该胆固醇的检验，有时我记得以前是超过220才红字，现在有些超过210就红字，然后就都你以空田检查款都是怎么办？红字，然后就说我太胖是开始减肥。
可这个其实不只是看红字这么简单，对不对？其实胆固醇最重要要看高低密度胆固醇。哦，那高密度胆固醇系好嘅胆固醇，好嘅，尊重高密度胆固醇好个原因哦，哇，该系长寿体质，是，该系遗传类嘅。当然你运动也可以增加好的胆固醇。啊，尊重系讲，胆固醇好个，安伊检查过啊，糟糕系低密度胆固醇高，好系好个嘅，其实。爱得好模糊咧，该的系被心脏血管阻塞。因为胆固醇，乡亲朋友吼，你系讲你做抗血检查，大家都知，该胆固醇其实系好嘅胆固醇，那坏嘅胆固醇又再加起来，对。摸很简单，摸很简单，加起来还有撇个数据。可是伤心你系讲是出现红字的时间，你思想性上讲的，你也可能还没有好的胆固醇好多，系讲你也因为好的胆固醇好多，所以你的数值只超过一点点，可是实际上是好的胆固醇很高，也不用，反而是怕的，完全没关系，就不用好啊，性上讲请猴啊，这样还比较好，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般你台大讲的抗血检查看到风时，一开始大家都很紧张。又一白，那个抗血检查也是出现红字，我想说，而且是很严重的那一种，我就很紧张，立刻第二天打电话去医院挂号哦。结果开始看，然后看到信上，我就很紧张，坐下来，然后信上你看一下，我就拿给他看，他说啊，该摸相关呐。我想说你怎么连看都没看就跟我说那没关系，我就说可是医生你看他数值很高。他说啊，一半吼，动动你走，安用改检查吼，那个数值的那个红字吼，特别够。来，你现在去那个照个超音波，你顺条等一下照超音波，我等一下长到你讲，好像一派轻松一样。后来检查过后，的确是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医生就说，航班因为大白一孔的风湿是按紧重，是来好像很恐慌这样子，所以这也是。特别老乡亲朋友来分享的吼，不过乡亲朋友哦，除了风湿部分大家起到动紧重之外，其实抗血检查还有动注意的事情，还有嘛该注意的事情上，我们不应该抗血检查做得好准呢。大家先聊下，啉下茶，你等下做来好人问下先生。节目中欢迎走在绕墙的罗嘉玲先生来到节目地图，然后大家来分享。今天我讲的是抗血检查吼，其实抗血检查唔係大家想按簡單，唔係當難，唔過看到嘅按到嘅數字，按到嘅事，還會讓先生好好的溝通討論，上帝到底係原因吼。唔過先生講實在話，你下做抗血檢查吼，大家有時候又麻煩呢，因為抗血檢查之前要注意嘅事情動到嘅，係冇。行動因吼，來平應該時間吼動緊張，血壓就飆高，所以應該係建議講，來做抗血檢查嘅時間吼，千幾年吼，好好睡眠啊，因為你睡覺好好，你血壓好正常哦，好唔會講，你下醫生就講，哎呦，你高血壓有事哦，哦，還有就係講尊重的走日前吼，前一天12點以後就冇一個食東西。有個因為講做得啉水嘛，係啊，做得啉水，根本啉水真艱苦啊。錯啊！會看吼，你做新聞講，該在醫院講，應該做得啉水嘛，因為尊重以前有抽血驗尿 X 光，錯，做得啉水該啦。係啊，按講吼，尊重你有會做超音波吼，你啉水睇該。肚臍就沒水啊，超音波看下伊就看唔清楚哦，所以我看你要做嘛個項目，然後做胃鏡該會做得啉水。係啲咧，所以從啉水兩件事情，其實主要是看你做嘅檢查內容係乜嘅，係講只是尿液檢查跟抽血是可以喝水的。做得啉水嘅，我做得啉有糖分嘅飲料。哦，就是白開水是走的。走的。哦，所以大家話到講，因為運動到水，所以等一下尿液檢查會不正常指數，所以其實冇讓上。係冇讓上。哦，還有譬如講，你特別的了解，譬如講什麼因。比如你要了解，比如說可能生理期，對哈，那也是。該的經驗好麻煩，尿液檢查我們會容易受生理期影響。是啊，還有種做子宮頸抹片，每生理期又該出現嘛，冇辦法看清楚。是，所以其實什麼因是兩個點特別來注意。還有的係種做有懷孕的婦女，特別那醫生講一下，按 X 光的末種。
好好，因为 X 光又放射线，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影响安样呢。不过讲到了系大家在做空间检查的注意，不过其实简单讲，因为是你是该建议人做空间检查的时间，所以它有很多的那个说明，所以你要问清楚，对，看清楚，不是讲啊，好像大家都一样。还有你家像该主要会做该胃肠镜哈，胃肠镜主要做该时间哈，医生又做切片检查的时间。以礼拜嘅时间，总得坐飞机。哦，什么意思？因为哈，准做又做息肉切片哈，是应该冲地部又伤口，是。应该伤口准做你坐飞机嘅时间哈，气压减少，地会蹦开。所以以礼拜嘅时间系总得坐飞机嘅，所以准做应该空检检查，又会做内视镜嘅时间的亲像会准备礼拜嘅时间，莫会出国。那其实意思是讲，不要出国前去做空检检查，因为有个原因检查出啊，挺严重嘅问题，啊，你又会出国。就挺麻烦。对，所以我其实摆糖都讲，比如讲你做胃肠镜，就大肠镜检查，系讲你有做一些切片改检查改时间是不可以坐飞机的。总的。哇，因为讲到大肠镜改检查，你等下嘛会好凶神来讲哈，因为讲到大肠镜改检查改时间，有时候你做的时候，医生看到你有息肉，他会直接就帮你。大部分会直接处理了，对不对？所以好好啊，人家第一该系快嘅东西，还好嘅东西。好好，不过讲到俩哈，是咪好好来讲一下大肠镜的检查？一般来讲，线上先来问一下，动动，其实现在国内公司才会大肠癌的这个比例是第二名，很高。第一名是肺癌，是，然后第二名是大肠镜。对，因为很多人就是跟我们的饮食，你吃改东西又动态改关系。不过讲食材会一半感应。你说要叫他去做大肠镜，他做好，基本讲，对不对？因为他要做好心理准备，对不对？而且你找大肠镜公司才会，那个哇，抽个血就好了。他要准备的事情很多哎，比如说两频道大家都分享的是低渣饮食，主要是讲讲吼，做嘅时间吼，冲地背，冲有系。请到粪便嘅时间，医生有看不清楚，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要在检查前3天听求会做低渣饮食，前3天就开始了。马改低渣饮食主要就是不要有太多纤维，因为纤维会卡在这个肠子里。大家会想讲啊，咱普通西都讲的是很多纤维啊，肠子也未通畅啊，对啊，才会蠕动啊。做大肠镜有总的是纤维，韩国紧紧的哎，该纤维其实蠕动好慢，所以你准做是很多纤维，该冲日地不会冲很大便，所以前3天反而。尽量每吃买青菜啊，个纤维、全谷类、青豆个东西哈，反而还有是第6的是像稀饭啊，软烂个东西，就好摸纤维。好好，不过公司才会吼，低渣饮食对一般人来讲是做点越南啦，不过最恐怖的是嘛该嘞。就是找台中讲改牵引医，线上什么那一个泻药，安不吸水都你办的，一路一天说。对，而且线上，而且前一天带讲嘿低渣饮食停，还有是泻药，其实泻药每次是泻药停哦，就是很多东西也开始慢慢不能吃，就是前3天这种线上讲还可以吃掉马改吐司啊。白粥啊，而且尽量不要吃太有颜色的食物啊。不过到最尾应该时间要是虾肉，带起来是虾肉，可能也开始慢慢的连那些前一天的买东西就总得写的呀。前一天买改都总得写，所以就会很饿。都需要，然后又紧就偏瘦，紧易偏瘦，都是动药又紧易偏瘦。不过。所以一般你讲，大家讲去做大肠镜，也是大家是为好紧张。不过老了陪到乡亲朋友来讲，一定要这样做。如果医师让你讲你不听话，你想说没关系，我想干，还照吃，你那个大肠镜有可能会做不成功。都做你还看不清楚，线上结果走出来一个线上怎么样，看不到，看到大便。不过一般来讲，大肠镜要多久做一次？
准做吼，你母下摸你有大肠癌吼，啊你每喊请后上，哎，50做，安姑请后上会叫衰，50岁以前，50岁以前，安姑准做你母下吼，比如讲有病史，有病史吼。爱爬40岁的可以是做大肠镜的啊，提白做大肠镜没问题原因呢，你的5年以后，每5年，差不多每5年做一次。啊，准做提白走的，哎呦又息肉，挨的明年就要追踪，提1年后就要追踪，因为息肉，因为冲头会不长。会一直长，可是息肉不一定是不好的，大部分都是良性的。对，但是就是要追踪。如果已经病人，你就会变癌症啊。其实你食息肉哈，是可以是上出来到基变癌症，差不多会的5年到10年的时间。所以为什么我说是5年要做的？那你息肉长得你怕癌是应该等它给搞好了，好安全。它才刚长出来。我就帮你消灭，然后对，不要让它有机会长大，这就是大肠的息肉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一般来讲，係講要超過40歲嘅鄉親朋友，其實先生建議就得去做體重檢嘅檢查，係講你檢查其實冇乜嘅問題，冇下嘅你也冇乜嘅平時，你是做得5年做一排，安樣是好安心。啊，最慢吼。50歲停出來做咧，最慢50歲，不管有乜嘅問題，冇乜嘅家族病史咩，係50歲停出來可以。平常時也冇講過有乜嘅問題，佢係可以做。前多年他也有息肉嘅啦，是主要推翻嘅飲食嘅問題。先生你自己有做過大腸鏡檢查嗎？我還蠻50歲，所以先生還蠻檢查，所以先生50歲走大腸鏡，不過牙緊是凍蟲了啦，真的是提醒鄉親朋友，因為凍因為吃多講，這是一個比較侵入性的檢查，所以一般來說講到好侵入性的檢查的時候，大家就會好緊張，哎呦你好緊張，凍重要，好凍重要哈。不過講到兩點，還有一隻東西提出來問先生誒，脂肪肝，好像大家。行來行去就，你有脂肪肝嗎？哎，我有，好像很容易去看到。還有病人問醫生啊，講，哎呦，我有脂肪肝，醫生就講，啊，我沒有呢，有。其實脂肪肝，你台灣來講吼，有一半嘅人就有，啊，脂肪肝一半呐，一半多啊，哦，輕度，我脂肪肝又分輕度、中度、重度啦。是。啊，脂肪肝到底為兩半哦，為時天麼吼？其實脂肪肝準做你就摸查機吼，佢見啊，它是從輕度、中度、重度吼。最後它會變肝硬化，肝硬化的慘呢，肝硬化的有致命的危險，肝癌幾率會變高。對，可是有因為講，我去年檢查有脂肪肝，今年就沒有了。所以這是會改變的。有可能。它改變的方式，譬如說，我覺得講，大家就會想講，係先配個東西，然後脂肪肝麼？其實唔係㗎。你個睡眠不足、壓力大，你還講啉請到含糖飲料，啊，請到好甜食哈，基礎冇為脂肪肝。啊，運動不足當然係一家原因。而且講實在話，你下脂肪肝，唔係講中年人是頭上癮啊，而且很多，對，頭上癮。好，你是啷歲嘅？誰啊？這是講，還有脂肪肝，灰感染也未哦，小感染咪凍小感染啦，所以其實唔係灰感染的專，因為大家講到脂肪肝是啊，你凍灰啦，所以你有脂肪肝，啊，可能你是凍有你是糖尿，其實冇聽出來。冇聽啊，那唐先生講，那糖實在太重要，糖分嘅影響心態。係，好，咁個鄉親朋友吼，其實講到了，還有凍到嘅，第四道大家都分享了哈，等下張總來。強到老家年先生來到節目啲度啦，大家來分享抗癌檢查嘅問題吼。所以喺節目裡大家講到，哇，大家一談到個，哎呦，脂肪肝，好，先生講還有輕度脂肪肝，其實唔是很恐慌，可是要注意。如果見唔見到大家來分享嘅，你係食最重要哦，係食湯。好，那如果說先生，如果說有改後上呢，可能你洗水停停，每天都要喝3杯以上的含糖飲料，那他有沒有可能會有脂肪肝？天朝未有㗎，哦，是通是甜度，甚至係就說水果吃很多，沒真的水果沒係糖分㗎，所以一天的水果量不要超過2個拳頭。哦，那如果一個水梨這麼大顆，那就吃1顆就好了。
那所以黑公，你吃芭乐这么大颗，吃2颗芭乐就够了。芭乐因为中间个芯没去掉啊。那橘子嘞？橘子咪系好细粒，个所以适量粒，啊，阵种好按太啊，个就适粒粒。所以其实总得是很多，总得是很多个。哦，根本伊大粒比得多个，第四是黑脂肪肝要通有关系，水果莫是通到。哦，适度就好了。适度。可是你知道吗？连他东东已经3餐习惯吃水果。所以台湾个糖分问题、血糖个问题咪真多。所以血糖也系从么？哦，线上来问你是水果老是呛出来。当然还加讲的均衡饮食冇错，该是狗子老是呛出来，你起豆。一定要选的话，是不是青菜？呛水好哦，呛水好哦，因为钩子又通，这真的很重要。因为一般来讲，冬天你都没有吃水果，你这样不健康，没有维他命 C。可是其实要注意，每一个种那个是对胸豆。不过讲到俩脂肪肝，其实脂肪肝还有几个好够改高危险群，不是。就像刚吃太是红豆通感，就是高危险群之一。还有别的吗？有比如讲你有啉酒原因，咪冲到为脂肪肝。还有嘛个三高问题啊，血脂肪、血糖、血压问题原因咪好为有脂肪肝。还有原因是个是有福有气喘啊，又是类固醇。它会冲到为脂肪肝所以有些类固醇钙，你可能也会让用到脂肪肝肝问题，这是高危险群啦。那大家讲的是其他运动不足，前动因系运动不足，是通有运动不足，爱的为脂。所以连下动都还有上面有脂肪肝是因为是通，然后。真的甜食真的，大家去喝下午茶，你讲是个钙能够是巧克力、巧克力，对不对？有没有喝一杯珍珠奶茶？它冻铺痛改时清啊，然后还讲平常时有好摸润痛，所以现场母鸭还没臭到盘公是送半个谁毛，冻容易有脂肪肝，全球超过一半，对。大家真的要少吃糖，还有豆润酮才可以减低那个脂肪肝。不过讲到脂肪肝俩片哈，高危险群，现场我们预防的方式呢，就是减糖，减糖，好运动，这个一定很重要。运动1个礼拜至少3次，每次至少30分钟。又因讲啊，夯炉又算运动哦，爱去做家事啊，请钱嘛，爱算运动哦。摸强用该所谓运动还是要到中度就是心脏有跳动到接近130下，130下，然后又流汗啊，要持续30分钟，哎呀又啦。所以大家会讲，我基本你都不下做家事，我又透天那的贵姓走贵你动条，那是劳动，跟大家分享那是劳动，那没有运动，其实反而不好。对，心情跟压力。请问一下，是讲你健身房你跑步赶时间跑那个跑步机，结果心跳跑到170、180，这样会太高吗？中国我们总的中国那些该心脏会受不了，心脏会受损。那个平均地陪有个是该奥运国手个，这个心脏的模糊啊，因为叫做个运动挺激烈的。是，所以摸必要。他做什么运动？国手没，就是一直跑步啊，很激烈，心脏跳很快。因为你也讲你也讲走长度20分钟开始很喘的时候，你去量那个心跳，一般运动讲160、170，可是他到了160、170，他就会慢慢缓和下来，可能就会维持大概130左右，差不多130好。维持在130是比较好的。哇，那大家真的要注意耶！不过讲到俩片节目界健康到俩片，然后向前辈来分享。当你可能电视机前面向前辈问，他说：“我要去做抗检查，我要去做这人线上来讲，你会做俩，你会做俩。我先讲我的例子好嘞，像我去我在犹豫讲，我到底做嘛？其实讲，你要不要做那个颈动脉摄影？他就说，因为现代的人，你也可以看你的颈动脉这边的摄影是不是？”那个有没有血管阻塞？对，然后很多钱，然后你就在想到底要做还不要做，所以医师到底要怎么样来选择你的抗检查改套餐？首先可能我可能以前有嘛个问题就是说像挑战主持人讲个颈动脉个超音波啊，尊重伊系本来就有胆固醇好过原因啊，也讲有糖尿病啊，你款高血压。
本来就后尾血管阻塞个，你该做体检个时节都会请讲有你看颈动脉超音波啊，甚至心脏该检查做好倒流。啊，尊重你前几副下面模拟有你问题，啊，抽白个检查有清河，啊，你做你挺像冇嘛该发现。该真是本去骗到诶，因为该遇到该走空检检查，勾选那个项目的时候，小姐，我跟你讲，现在一般上班族吼。这都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颈动脉，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你的颈动脉很有可能会阻塞。我们大家都深刻建议你一定要做。可是癌完全摸熊头，我的胆固醇、我的三高、我糖尿病会有没有病史？被他讲的我很紧张，我就立刻勾选。他说这个没有很多钱哈，1500，然后就一下子30秒就做完了哦。没有问题，没问题对啊，所以其实要看自己的需求。尊重第个是你做问你一个家庭医师，甚是那你抽白做个空检检查个报告，是本医生看一下哦，让那医生讨论讲你会做嘛个，啊，基本上吼好后上个因会做个好小，因为问题好小咩，啊，尤其50岁以后停球来做好倒流，做好倒哈，比如讲30到40岁，应该就会讲你系。请求基本该抽血、验尿、X 光、心电图哈，一定会做，还有腹部超音波会做。啊，讲伊可能到50岁以上，他就会讲心脏好未有问题的啊，吼，人家讲骨密度吼，女生刚好会停经的吼，骨密度会注意。啊，内视镜就前男友讲大肠镜、胃镜都会去做。所以线上讲到两片嘛，30岁到40岁其实还算年轻，基础会听出来做。不过50岁是从大家要注意，像线上你要讲50岁，你了大家做咧看到的，像骨密度检查、内视镜检查，刚刚特别咧大家咧分享的就是什么，比如大肠镜一定要检查。然后60岁以上脑部核磁，因为吼60岁以上吼，尊重你抽白用嘛，该血管问题哈，你下就会可能出来讲啊，脑部是不是有一些小阻塞？对，啊，你尊重讲按摩血管问题啊，安姑没有可能讲或是脑萎缩啊、失智啊，哈，所以到60岁以上比较建议，除了基本的抽签改还有做，我们没讲抽别改不是做，别改还系基本改啊，超音波改了还会做，肠胃镜会做。安姑作为尬走的改就是脑部改核磁共振，热都是抽类哈，因为脑部的核磁共振公司才会哈，轻贵啊，轻贵，至少8000块。对，所以相信你走一张那个控检检查，它的大家会都你的健康检查是什么套餐？尊荣套餐有吗？有时候医院会有一种不同的名词，有没有？我现在做的是尊荣控检检查改套餐，看一下哇，密密麻麻，对，然后有些真的很精密。我觉得癌期都仅限到性上的沟通，黑公，你只是单纯的走控检检查，他其实没有管你的需求，他就是要你做越多越好。有时候会这个样子哈，伤心为安养你。所以每后老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多久做一次。一般来讲，都大概几会做100。好，后上感应爬40岁以前哈，3年做一次差不多。3年走100啊，除非是你本来有什么特别问题，啊，过有问题你没去看医生的呀哈，所以一般的检查3年哈。啊，过40岁以后哈，俺特别讲2年都做100好，2年到2年哈，最美哈节目界最美哈，让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俩哈，乡亲朋友线上有讲嘛，走到脑部断层所以8000K哦。其实现在有蛮多有健保给付，好，所以大家也是可以了解一下，草猫。你下健保给付的目的是讲吼，政府咪讲有癌症的时节会耗费大量医疗资源，所以大家最可能下的是有该子宫颈癌、乳癌、大肠癌、口腔癌嘅筛检吼，那又写起来啊吼，本大家看讲啊，你的健保又做个哦，你去医院啊，就在问你下医生讲啊，又做你款检查，啊，又符合你年龄，啊，就做在每年或每2年做100，是50千，嘿，你系50千个，甚至挂号费就50，有可能可医院嘿，基本上从挨起台湾医院个时间，连挂号费就50的做。按好哦，刚才讲到，比如讲，50岁到74岁，是用线上讲的，超过50岁的你就要走台冲检，所以你要讲到50岁到74岁，达2年，达2年他就可以做粪便检查。
你会做体重检，你会做粪便检查。因为体重检吼，咩特啥种会需要需求，啊，未吐咩吼，所以你会做大便个检查。是，好，节目健康多聊片吼，希望讲基本解了，早起了解单元，不会你解乡亲朋友有很大的收获吼。因为讲实在讲到控片检查，大家都对我做，讲到好细节感内容，大家有唔系按了解吼，基本嘅。线上讲了好几点，希望大家就会了解，比如讲脂肪肝嘅问题啊，肠毛和毛细痛啊，体重检嘅大家好会注意，因为近年了得到体重癌系天里面高哦吼，所以都会注意两件事情。希望大家今年好收获动，多两位，谢谢罗医师，石墨欣赏，好，乡亲朋友聊下，家家都做认同的哦。